消基会指出，讲这租车业者 App 内面要求民众着爱填驾照名姓、电话号码这资料以外，也爱提供其他个人资料。这资料呢，也会分享给业者相关的32间企业使用。消基会是认为讲，这有可能会增加消费者个资泄露的风险，违反着租用轿车平等付费的原则。 此外，为着方便民众有当时会租起机车来用，不过消基会就指出，租车业者的 App 会收集消费者真侪个人资料，除了身份证、驾照、电话以外，佮收集银行簿等等的资讯。而且消基会嘛指出，业者和消费者签的契约内底，这款资料佮会予业者其他32间关系企业提起使用。消基会认为，民众租一台车佮爱提供这些资料，已经超过租车的目的，应该要予消费者有权利。 通选择敢要提供各资的收集部分，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跟他你去租车的目的有关就好了，必要的各资，而不是全部的各资都收集。好，再来就是关系企业的这个部分，不应该是由他这边直接就是我们就授权了。因为可能赶着要用 App 都不会仔细看那些条文到底写了什么东西，对，这样其实好像不太好了，但就是习惯上都会赶快按同意这样。民众也表示，普通时赶咧租车，确实袂详细看合约写啥，消基会呼吁业者各资的授权应该是1对1的关系，若是要转授权，拢爱重新拍契约。也那交通部公路局表示，刷落来会请业者说明所有填写项目的必要性，加强把关分享资料的对象。公务局会针对小客车租赁这些业者的部分，先请他们说明里面填写项目的必要性，还有那个分享对象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个资法的规定。 另外，因为租车业者因过嘛有严重的个资外泄的情形，显示业者欠缺管理民众个资的能力。消基会希望各界重视个资外泄的疑虑，提出保护消费者的措施，避免未来消费者的权益损失。也若租车业者针对消基会提出的疑虑，到结果进前要未提供回应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